实际上，因为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印象特别是从我们设计那个舞美设计，你说的舒适风有很多的，很多一批的。那么为什么慢慢没有了呢？这可能我会得罪人。你看看现在我们所有排的戏，我们的导演他都是带他的团队过来的，舞美设计他带着，服装设计他带着，然后服装设计他不会找你上海越剧院来制作，他有他自己的工厂，就慢慢没了。那么我们越剧院的导演呢，也确实不是很争气啊。如果是那也不是说很争气，就是有的领导他感觉我外请的好，那么外请的势必也要带来整个一波人，那么慢慢我们就萎缩了。萎缩了以后你怎么办呢？就慢慢没了，有那么就离开了。所以说是蛮沉重的一个问题。这个东西呢，你说现在蛮难改的，我只能说这点了。我比方说吧，我们的家也好，早川儿乐也好，都是我们越剧院原来最好的2位编剧，后的李丽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编剧。他们熟悉舞台，熟悉演员，熟悉每个演员的特色，而且他熟悉你这个演员最擅长于什么，而且他熟悉越剧的韵律。所以说我们在念整个本子的时候是非常顺的。现在呢，编剧都是用普通话来写，而且有的是我们一看念白，有的都是普通话，更多的让我们还翻呢，翻过来。都是用普通话来写的。但是你在念这个念白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再要翻译成适合我们越剧念的。所以说，但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是缺少于不能驾驭这种翻译过来的这个能力，但是我们在念的时候，你们就会觉得很拗口，很别扭。还有一个，以前的编剧，很懂得每个演员的特长，比方说范派，他比较适合于喇杂韵；比方说陆派比较适合于林清韵，原派比较适合于童中韵。他们在设计唱腔跟整个剧本的写的时候是量身定制。比方说这个是我的，在定剧本的时候觉得，哎，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物应该是方亚芬演的，他就会随着你的特长来写。包括我们李丽在写我们《山海情深》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觉得哎，这个樱花姐姐应该是方亚芬演的，他就在很多东西会加适合你的一些元素进去。但现在的编剧，他是首先是完成一个作品，他对演员不熟悉，他只是一个作品完成了，然后哪个剧团需要这个本子，有的编剧他还愿意改，但有的编剧觉得我的作品为什么要改？我觉得我写的是最好的，这也是存在的很严峻的问题。还有的话呢，就不大好说啊。现在，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院团当中，这是我的前团长，前面一个团他姓许的，不是以前的，这是我的前任团长，我们是搞业务的，我是现任团长，我是搞业务的。我从不懂到熟悉业务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比方说，我熟悉演员，熟悉乐队，我未必熟悉舞美。但是我第一次我要切入的时候，我可能是到我最不熟悉的地方去了解，我要熟悉舞美。再回过头来，我对乐队
演员可以提更多的要求。那现在呢？能说吗？不能说，是吧？我们对越剧有10万分、20万分的情感，你来1年2年能培养感情吗？谈个恋爱也要有时间的，也要有一个你情我愿的过程。想想看，我们那时候为了越剧院的有港老林大事情，被打压了呀。好在于我们都是业务尖子，所以说很多事情你们录了以后不能放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要放了以后我变网红了，知道吧？这个问题呢，你提的非常的尖锐，也确实是非常的沉重，也是有待于我们上层领导，主席，我们徐主席出去了，就其实类似于像这个领导们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说，如果能够解决这方方面面的问题，对我们做业务的人来说是举双手开心的。然后我再插一句，实际上现在这种情况呢，可能也是好的，它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元素进来，啊，所以说有利有弊，有利有弊。